今次呢個影片其實就想同你講下多邊形嘅周界係點樣計算嘅。老師入邊所用嘅圖片全部都來自住呢個 Georgeby 嘅網址入邊嘅其中一個課程嘅介紹，就關於圖形嘅周界嘅。咁同學你都可以掃描呢個二維碼啦，或者你係記錄咗嗰個網址，直接輸入都可以揾到相關嘅題目㗎。好啦，首先睇睇呢一題先。究竟呢個多邊形嘅周界係幾多呢？你知唔知呢個多邊形又叫做咩名呢？我數下有幾條邊先， 1、2、3、4、5、6，由6條邊組成嘅閉合圖形，咁所以可以叫呢個多邊形叫做六邊形。咁呢個六邊形嘅周界可唔可以每條邊我哋都知道佢嘅長度啊？有啲邊長我哋唔知道㗎喎，我哋只係知道打直呢6厘米嘅邊長，同埋打橫呢8厘米嘅邊嘅長度。咁其餘嗰啲邊長全部都唔知，咁點樣可以揾到呢個多邊形嘅周界呢？咁今日盧老師就教你呢種方法，呢種方法叫做移邊法，即係將有某啲邊長呢，我將佢移動一下，就能夠變成一啲我哋能夠計算周界嘅圖形。喺之前嗰啲課文裏邊，大家都學到，我哋學過兩種計算圖形嘅方法，嗰兩種圖形就係正方形同埋長方形啦。咁我可唔可以將佢移動一啲邊長之後，就可以變成一個長方形或者正方形呢？究竟需要移動啲咩邊可以咁樣變？聰明嘅同學大家都知道，首先我可以移動藍色呢條邊，移過去黃色打直呢條邊嘅嗰度，然之後綠色嗰條邊就移上去，移到打橫黃色嗰條邊嘅嗰度。咁即係話我就將原本嘅六邊形，將佢移咗某啲邊長之後，就能夠變成一個長方形。呢個長方形嘅周界同原先六邊形嘅周界有冇唔同㗎？大家都係由6個線段，即係6條邊組成，咁所以呢，佢嘅周界係冇唔同咗嘅，只不過你望落去佢個面嘅大小係大咗，但係周界係冇改變嘅。咁即係話，當你移動咗一啲邊長之後，就可以將原先呢個多邊形就變成一個我哋能夠計算周界嘅圖形，其中一個就係長方形啦。咁你仲記唔記得長方形嘅周界點樣計？長方形周界是長加上闊括弧乘以2，或者有啲說法叫做長和闊之和乘以2都得嘅。咁睇翻原先嘅多邊形，佢嘅長同埋闊係幾多？好啦，你會見到佢移動咗邊長之後變成一個長方形，佢嘅長係8厘米，闊就6厘米，所以就8加上6括弧乘以2啦。呢個就叫做移邊法，去揾一啲我哋唔知道所有邊長多邊形嘅周界嘅喎。再睇睇呢一題，呢題裏邊呢個多邊形嘅周界又係幾多呢？我哋數下，究竟呢個多邊形叫做咩名？佢由幾多條邊組成嘅閉合圖形？1、2、3、4、5、6、7、8，可以由8條邊組成嘅閉合圖形，咁所以我哋可以叫佢做八邊形。呢個八邊形嘅周界，每條邊嘅長度或者每條線段嘅長度，你知唔知係幾多呢？有啲你知嘅喎，打直嘅6厘米，打橫嘅3厘米，打直嘅3厘米，同埋打橫嘅8厘米，你都知道。但係其餘藍色、綠色、紫色同埋黃色嘅邊長，你知唔知呢？唔知道嘅話，咁你就唔能夠將所有邊長加埋去嘅總和計算到呢個多邊形嘅周界咯。咁就要利用到頭先盧老師教嘅方法，叫做移邊法去處理啦。咁即係話，將佢移動咗一啲邊長之後，將佢變成一啲我哋能夠計算嗰啲圖形嘅周界。咁最常我哋能夠計算圖形嘅周界就正方形或者長方形啦。咁所以首先我將藍色呢條邊向右移，紫色呢條邊向右移，同原先3厘米嘅拍齊。拍齊完之後，佢嘅總長度就會等於對面6厘米呢條邊咯，因為佢哋係對邊嚟嘅。好啦，咁跟住咧就將綠色嗰條邊向上移，
橙色呢條邊亦都向上移。拍齊完之後，呢條邊嘅長度就會同對面嗰條邊8厘米就長度一樣，因為佢哋係對邊嚟嘅。咁由兩組對邊組成4個直角嘅圖形，佢就係長方形啦。咁所以當我哋移動咗一啲邊長，可以將原先嗰個八邊形就變成一個長方形啦。咁即係話原先八邊形嘅周界同而家長方形嘅周界係相同，冇改變到嘅。好，長方形周界是長加上闊括弧乘以2，或者長和闊之和乘以2都得嘅。好啦，睇睇呢個長方形嘅長同埋闊係幾多？原來同頭先嗰個圖形係一模一樣噶喎。咁所以相同周界嘅圖形，原來佢都有可以由唔同嘅形狀組成都得噶喎。好，再睇睇第3條。咁究竟呢個多邊形嘅周界又係幾多呢？我哋數下究竟呢個叫做乜嘢多邊形？佢由幾多條邊組成嘅閉合圖形？1、2、3、4、5、6、7、8，佢都係由8條邊組成嘅閉合圖形。咁所以我可以叫呢個多邊形叫做八邊形。咁呢個八邊形嘅周界，每條邊或者每條線段嘅長度，我哋知唔知道係幾多呢？我哋只係知道紅色呢條對邊係6厘米，紅色呢條邊亦都係6厘米，下邊嗰條邊係8厘米，藍色呢條邊係4厘米，佢對住嗰條邊，橙色嗰條邊都係4厘米。好啦，淨係知道呢啲邊嘅啫，但係兩條黃色嘅邊同埋綠色嘅邊長我哋都唔知道，咁所以就不能夠咧就用將所有邊長加埋去就揾到呢個多邊形嘅周界啦。咁我哋唯一要可以做嘅就可以用移邊法去處理啦。咁移邊法有冇啲邊長你係唔需要移，有啲邊長係一定要移呢？俾你用5秒鐘諗下。好啦，其實呢，如果我要將佢變成我哋熟悉計算周界嘅圖形，亦即係正方形或者長方形嘅話呢，我哋只係爭呢個缺口嘅啫，即係話淨係爭呢條邊嘅長度。咁所以我就只係需要移動綠色呢條邊就得啦，佢就已經能夠變咗做一個長方形。但係藍色呢條邊同呢條橙色呢條邊冇移動過噶喎，佢都係原先呢個八邊形嘅其中2條邊嚟噶喎。咁所以當你移動咗邊長之後，呢2條邊最後你要加翻去噶。如果唔係嘅話，就唔係原先八邊形嘅周界噶啦。咁所以當你移動咗一啲邊長，可以將原先呢個多邊形，即係八邊形，變做一個長方形之外呢，最後還需要多加2條邊嘅長度先得㗎。長方形周界是長加上闊括弧乘以2，或者長加闊之和乘以2都得。咁先話8加上6括弧乘以2，同頭先嗰2題一模一樣，不過呢題另外你仲要加翻2條4厘米嘅邊長，如果唔係嘅話就唔啱噶啦。好啦，總結一下呢個影片裏邊你學過啲乜嘢先？原來要計算一啲多邊形嘅周界，有陣時有啲邊長我哋唔知道嘅時候，我哋就可以用移邊法去處理。以上高嗰2條為例，我哋只需要移動一啲邊長，就可以將呢啲多邊形變成一個長方形去計算佢嘅周界。但下邊嗰幅圖，除咗移動咗一啲邊長可以將呢啲多邊形變成一個長方形之外，原來有陣時佢仲有一啲邊長佢冇移動過嘅喎。咁最後你記住要加翻呢啲邊嘅長度，可能1條邊，可能2條邊，可能3條邊，咁睇翻每條題目嘅需要嘅。好啦，跟住考考你先，就利用移邊法，頭先盧老師教你嘅嘢，以下邊啲圖形當佢移動邊長之後，只能夠變成一個長方形。佢意思先話變做咗一個長方形之外，就唔需要再額外再加一啲邊嘅長度噶啦。好啦，呢度有6個圖形咯喎。
咁你可以撳停個影片，去細心望清楚，試下做究竟邊啲圖形係只能當佢移動邊長之後，就只係能夠變成一個長方形，就唔需額外再加一啲邊嘅長度，就能夠計算佢嘅周界啦。咁你就根據翻你嗰位老師數學科老師嘅要求。嗱，盧老師嘅要求咧，就要將個答案打翻落個繳卡嗰度交俾我嘅，咁我就知道咧，究竟你有冇睇過影片啦，同埋你睇完影片之後，你學唔學到老師教嘅移邊法咯喎。好啦，頭先講到我哋呢個影片裏邊所用到嘅圖，全部都出自於呢個網址嘅，咁同學你可以掃描呢個二維碼，然之後登入翻去自己去試下做啦。好啦，今日個影片就去到呢度，拜拜。